新的市长当选人高虹安，因为国会助理会这个案件争议被检调，诉讼约谈被列为被告。虽然讲今日透早以60万块交保，也无外界议员真关心讲被列为被告这个高虹安，敢会当伫25时宣誓就职？对了，这个代志，民进党总调郭建明敢若低调表示讲尊重司法。面对司法的这个台北市议员林永明表示讲，新的市长若要补选，尚无爱经过5个关卡，伊讲无遐简单。 总伫检调的陪伴之下，高虹安立法院办公室同仁陆续互带去约谈，高虹安嘛互列做被告，伊嘛去北基站接受调查。经过规暝侦讯，16号透早，高虹安已经以60万交保请回。不过司法调查还未结束，未来检调阁有啥物动作，嘛互高虹安12月25就职新竹市长有变数。你都不必问这些问题哈，我只有一句话，叫尊重检调，尊重司法。 要讲高虹安当选，就是自我毁灭的开始。郭建明态度变真低调。根据法定定数，若是县市首长当选人无伫12月25宣誓，3个月内嘛无补宣誓，就要办理补选。议员林永明分析，第一关符合刑事诉讼法101条要件，检察官申请羁押；第二关立法院党团协商同意开羁押庭；第三关法院同意高虹安有充分事情会当羁押，其中第一摆羁押时间有到2个月。 第4关，检察官认为高虹安羁押2个月无够，有继续羁押必要。第5关，法院裁定延长。新竹市长若要进行补选，至少要经过5关，无这么简单。 如果是真的有涉及司法的案件，那当然就是勿忘勿重哈。可是如果说不是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希望政治的手介入这样的一个民主的选举当中哈。我认为以不影响选举结果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检调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我认为跟选后才处理进行搜证这样的一个进度，我认为还算是可以啦。 选后敏感时刻，检调大动作收网，拿列立委拢强调司法公正。不过，法界学者林登辉认为，民进党刷落来会先予高虹安顺利就职，则透过地方制度法规定，予伊停职，交行政院派人进驻新竹市，或者是进行补选。行政、司法、立法权的这个分权独立跟依法行政，我们就尊重。高虹安助理会的争议，伫选后议员继续咧谈。